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你对正面倒面的人，甲伊讲，主搁活啦。祝你搁活侪快乐。伫非洲奈及利亚有一间医学大学，老师甲学生伫即个太平间，就是放尸体的所在。 伫遐咧上一个课程，叫做解剖学。这个太平间的这个教室内底有一具桌仔顶有一具这个女子的尸体。当咧上课的时阵，大家伫遐咧讲话，伫遐咧听老师讲解。迄个查某囡仔突然间目睭开去，然后佫起来，然后佫落去这个桌仔骹。遐学生看到死人已经皮皮喘，惊到要害去。 佮看到这个人，佮爬起来，然后佮跳落来，然后佮要甲因讲话，大家拢紧走离开迄个所在。当这个查某囡仔完全无穿衫，赤身裸体，伊就对太平间的所在行入去到伫后园，看到人愈看愈惊，大家拢非常的烦恼，毋知要发生什么代志。敢若有一个学生较勇敢，伊摕伊的手机翕起来，你看到的。 就是伊翕的，不过因为无穿衫，所以甲伊用这个马赛克。落尾警察来调查这项事，判断这应该是病院的疏忽，因做毋到判断，将一个昏迷的一个女子，甲伊当作是死去。这款的误判，真是会惊死人。你若去拄到一个互断定是死去的人，突然间活伫你的面前。 无论是真的搁活，也是假的搁活，我想你会非常会惊吓。如果拄到的是假的搁活，检采你的惊吓会消除去，因为是虚惊一场。总是如果你所拄到的若是真的搁活，有可能你会继续会惊，因为你毋知这个搁活的人会对你做啥物款代志。总是有一寡人可能无搁再惊吓。 因为这个搁活的人，因知影对因是有大利益，是大有帮助。因的心会天倒，因为伊的搁活来欢喜，详细知影这个搁活的人会通带来因生命真实的改变。也所谓搁活，一方面互一寡人非常的惊吓，总是一方面带互济人欢喜。详细搁较要紧的，也所谓搁活改变非常济的人因的生命。 四本的福音书拢有记载耶稣搁活的故事。通好讲，搁活是规本圣经内面介重要的一个事件，也是通讲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。根据马太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搁活的时间是发生伫安息日已经过去，7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日，天要光的时阵。当天要光的时阵，就是光明赶走黑暗的时刻。 但耶稣搁活显现的所在是啥物所在？佮起头是蒙阿波，蒙阿波是死亡的地。耶稣伫死亡的地来搁活，是要宣告一项事：生命要赢过死亡。搁活是一件大代志，所以当初是这个墓地发生大地动，有主的使者对天降下，将原本伫墓进前有一个大的石头。 即爱有20个人较刷会开的一个石头，然后伫遐来刷开，将即个石头刷开，目的毋是要互耶稣行出去墓外，是要向世间人讲一项事：耶稣的墓是一个空的墓。但来到伫墓有2个妇人人，因原本的烦恼，因来到即个墓是要来摸耶稣的身体，总是因看到即个石头伫遐，当因要安怎入去？ 总是当因到伫墓的时阵，已经看去，这个大石头已经割开。因所看到的是一个无耶稣的尸体伫内底的一个空的墓。空的墓，正做耶稣搁活的一个见证。罗马的官府、罗马的兵丁将这个大石头放伫耶稣的墓进前，是要将耶稣的身体给放伫墓内底。 将耶稣活的时阵所做这代志，所造成这影响，会到这个所在结束。总是上帝的使者，却将这个大石头给刷开，
互空的坟墓成做一个国外的见证。国外耶稣毋也是无结束，上时在继续咧影响这个世界，到伫今仔日伊也咧影响。当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咱的心灵内底，是毋是要这个大石头？这个大石头一方面隔开死亡甲生命，这个大石头也是封条恶秘，国外的恶秘，互咱认定一个人若死就是死啊，无可能搁再活。互咱只有相信讲耶稣死啦，你为阮定时日来死，互阮的罪通得到赦免。总是这个石头，互咱无法度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过活，互咱袂当相信耶稣过活，所以咱毋也是做基督徒会通得救，上时咱会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这个大石头是毋是也封掉你的信心？互你毋敢相信耶稣真正过活，也毋敢相信有一天你会伫伊内面真正过活。兄弟姊妹，你有这个大石头无？看，上帝使者将封伫耶稣墓进前迄个大石头，甲伊割开了，空的墓成做耶稣国外的见证。恳求圣神，今仔日临到伫咱中间，也将你心内迄个大石头通刷开，互你真实明白，也真实相信国外的真理甲意义。当即个将大石头刷开的天使，面亲像死呐，就是闪电；伊的衫白亲像雪，所以对着遐固守望遮的罗马兵丁，伊就亲像一个非常威严严厉的光，互因摇摇出，非常的惊吓，亲像死去一样。总是伊对着迄两位妇女，带着疼来看耶稣的妇女，伊显露出温柔纯洁的光，来吸引因的视线。这个世界有时阵会出现一寡超越咱的理性所会通理解的自然、超自然的现象。无信心的人看去，心内会感觉惊吓；总是有信心的人，要对这代志中间看起上帝的阳光，因会满心欢喜甲懊恼。当来到伫墓地一两位妇女，其中一个人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另外一位讲另外一个玛利亚。圣经内面真侪玛利亚，当这时阵有两个玛利亚来到伫遐。马太福音书安尼描写，目的有一个，就是要强调莫大拉的玛利亚伫见证耶稣基督过活这项代志，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。当耶稣咧传道时阵，一路顶军队以下，除了有12个学生以外，还佫有几个妇女。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其中一个。伊特别的事例，就是伊身躯捌有7只歹鬼，耶稣将7只鬼给赶出，伊就欢喜相信耶稣，上时奉献伊所有，互耶稣甲门徒使用，然后伊来跟对耶稣。伊用具体行动来表达伊对耶稣的尊敬，甲对耶稣的疼。当耶稣定十字架时阵，伊也来到伫十字架下面，伊亲目睭看起伊所疼的主伫十字架顶受苦。断开，然后埋葬。伊嘛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墓是空的一个妇女。根据约翰福音书的记载，伊来到伫耶稣的墓底下在哭。国外主伊讲：“妇人啊，你啥事哭？你咧找啥物人？”玛利亚掠做是过远的人，所以就对伊讲：“先生啊，若是你将伊的身体移开，甲我讲，到底你囥伫倒位？我要去看伊。国外主呼叫伊名讲玛利亚。玛利亚听到耶稣的声，我头看是就是主，所以伊用希伯来文对着主讲列波尼，就是老师的意思。莫大拉玛利亚会重视伊的疼，伊的笑脸，伊流的目屎。互伊成做第一个看到国外耶稣的人，一个身躯捌有7只鬼，大家的确讲这是无好的妇人人，这个是的确无好的人。总是这个身躯捌有7只鬼的妇人人，竟然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国外的人。莫大拉的玛利亚听主听甲遮尔彻底，听主听甲遮尔深刻，
毋也是值得咱所有的兄弟、咱的姊妹来学习，嘛值得咱所有的兄弟来学习。当天使知影这两个妇人人因心内有惊吓，所以安抚这个安达因惊吓的心，就甲因讲：毋免惊，我知影恁是要敲找迄个顶世界的耶稣，但伊无伫遮。照伊所讲的已经搁活，恁来看抗议的所在，像是恁就去甲伊学生讲伊已经对死搁活。现此时，恁也爱先去到伫加利利的所在，伫遐伊要甲因相见。但即句话对着咱了解搁活有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第一项要紧的，就是毋免惊。搁活是超越无平常的一项事，是会通互人惊吓的代志。总是一个人若相信耶稣基督，毋也是毋免惊。上时你会通来享受搁活带互你的欢喜。天使宣告，伊已经搁活了，毋是一般的人搁活，是迄个顶世界的耶稣搁活。搁活的基督甲顶世界的耶稣，你袂通将伊分开。若无有十字架死，就无有罪赦免；若无有搁活，就袂通赢过死亡的溃烂。耶稣基督被顶世界死，以及伊对死搁活，这是规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，这是具个完整的一个救恩。毋也是会通互咱罪得到赦免，也会通互咱真正做得胜，会通对死搁活。毋也是互咱的生命会通脱离罪的律，也要互咱的生命会通脱离死亡的律。一个人若是有搁活，总是毋是对耶稣基督顶世界耶稣基督的搁活来的搁活，这是罪无得到赦免的搁活。兼在一时的，伊会通搁活，总是到伫落尾，永远会死伫罪里。只有你是通过迄个顶世界来死的耶稣基督的搁活，才会通带互你，毋仅是罪的赦免，也是有一天你要伫伊内面真正搁活。当耶稣在世的时阵，几啊届五个学生讲：我也要受苦，我要互钉死，然后我要搁活。显然耶稣非常清楚，伊家己搁活的荣耀，甲伊互人钉死的死，这是袂通分割。可惜当初时的信徒信心少，头壳钝，所以袂通了解耶稣所讲的。但耶稣搁活了，印证伊所讲的话。学生只要回想耶稣过去甲因讲什么款话，然后看现此时真实发生的代志，因的信心就会通得到坚固。但这个梦内底有留一个物件，裹尸布，就是包耶稣的尸体的右地部。但亲像蝴蝶破蛹而出，亲像一只花儿破茧而出，留下空的壳同款。搁我的主，伊的身躯离开包衣这个尸体的右地部，所以这右地部也留落来，成做一个搁我另外的一个见证。埋葬耶稣的梦是一个空的梦，梦是人死亡像是生命终点，但是梦毋是耶稣生命终点。梦甲着死亡袂通约束耶稣，阴间的关系嘛袂通赢过耶稣。毋是死亡吞灭耶稣的生命，是耶稣的生命吞灭死亡。耶稣的生命原本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伊是为着完成拯救世间人这款的救恩，伊取了人卑微的形象，伫十字架顶受苦来死，担着每一个人拢得爱担着的死味，总是上帝互伊对死搁活，互伊的死成做死亡的死亡。死亡的力非常的大，连道者肉体的耶稣，成做人的款式的耶稣，嘛得爱担着死味。总是上帝的权能赢过死亡，伊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。若无搁活，死亡就是一切生命最后的一句话。既然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最后拢要归伫虚空，归伫虚无，归伫死亡。总是上帝和耶稣基督搁活，是要见证一项事：死亡毋是介大最后的力量。上时死亡要降服伫耶稣基督的搁活。上帝要互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拍开一条路，会通对死亡到伫永远的活路。咱的生命原本就是出生入死，
对咱一出世，咱就开始迈向死亡。20世纪出名的一个哲学家海德格，伊讲人是啥物货？人的存在是啥物货？伊讲人的存在是 being toward death， 人是迈向死亡的存在。总是基督徒何等的福气！咱的生命虽望有出生入死，总是咱的生命会通出死入生，经过死亡来迈向永生。互咱基督徒会通成做迈向永远生命的一个存在。亲爱的姊妹，我相信你已经会相信，你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。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，总是当你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，你是不是已经得到一个确据？你会当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是国我的主对着每一个相信的人的一个应允。天使对这妇女讲：“恁着紧甲遐门徒讲，耶稣已经国我。”这两个妇女成做耶稣基督国我的见证者。空的梦是见证，有地步是见证，这个妇女嘛成做见证。这两个妇女毋也是比门徒更较早看起国我的耶稣，相时因也是介早将福国我的信息传到门徒的妇女，因见证耶稣基督国我。显然，妇女所扮演的角色一点都无输伫男性的门徒。那天使吩咐因讲，着爱遮的门徒紧紧倒去去加利利。耶稣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就是对加利利来出发。国我的主吩咐门徒伫加利利甲因见面，就是要伫迄个所在将上帝国的延续的工程，佮交互遮学生。当天使对这两个妇女讲这话了后，因紧紧就离开梦，因惊一面惊。总是一面非常的欢喜，惊是因为看见天使这个面貌真正荣耀通敬畏；大大欢喜是因为天使所讲的信息实在是会通互因心大欢喜的代志，因为因所听的主已经亲像所预言的搁活了。当因要倒去的路顶，因拄到耶稣，耶稣向因行来。耶稣毋是用家己的权能来吓惊因，国我的主毋是要甲你吓惊，国我的主是用温柔的听，亲切对因讲，愿恁平安。耶稣亲自对这的妇女来显现，因为伊知影这的妇女真正听伊，因为是军队伊到伫各个他，伫十字架下，起码就看到耶稣顶十字架。伊嘛，搁一路军队到伫墓坡，起码就看见耶稣安放伫墓内底。搁伫安息日过了后透早，因就来到伫墓，为着要来抹耶稣的身躯。这个具体行动，拢已经清楚来表明，因听耶稣听到安尼。搁有啥物人会通亲像因遮尔亲密来跟对耶稣？因看见搁我耶稣。就进前要抱伊的脚，抱伊的脚代表对着伊的尊敬，一种欢迎、详时尊敬的一个礼仪。因抱着耶稣的脚，因望着耶稣的身躯，因证明搁我耶稣毋是一个幻影，是有形有体的身躯。因诚做盖头看到搁我耶稣，像是盖头去望着搁我耶稣的身躯的人。上时，因诚做盖起头见证耶稣基督国我的人，千万毋通看轻妇女的信仰。咱在座的兄弟姊妹，千万嘛毋通看轻你家己宝贵的信仰。啥物人听主，主的确愿意显明。看到国我的主盖起头会惊赢，总是煞接是平安甲欢喜。这种的经验，毋也是这两位玛利亚所拥有，也是落尾耶稣学生所有的。伫也未拄着耶稣进前，搁我做进前，因是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内疚，也非常的惊吓。总是当因拄着搁我的主，虽望也搁有人惊吓，也搁有犹豫，总是已经开始充满欢喜。到伫落尾，搁我的主彻底来改变因的生命，互因的生命活得有喜乐、有愿望、有勇气，上时非常要紧的。有德性，因的生命开始成做一个德性的生命。因欢喜将家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位国我的主，传扬这位国我的主定十字架的死，
甲着伊的国活，甚至每一位面对殉道的时阵，因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因知因会通甲主同齐来国活。伫美国有一个足出名的一个报道家，伊叫做穆迪。伊讲一句不只有意思的话，伊讲：说有一天，恁听人讲穆迪死啊，你毋通相信。穆迪是搬厝，伊对一间非常破旧、细间的厝，搬到一间非常华丽、非常水、非常阳光的一间大厝。兄弟姊妹，你知影无？有一天你嘛爱搬厝。耶稣讲：国活在伫我，性命嘛在伫我。信我的人虽往死，也要国活。国活的耶稣保证咱将来国活，这是咱的信心。因为耶稣基督国活，所以有一天咱也要甲伊同款国活，这是伊予咱的应允。亲像约翰一书内面所讲的，所听兄弟啊，现今咱是上帝囝，将来怎样也未显明，总是咱知，若是伊咱显明，咱就要亲像伊，因为迄时咱要看到伊的真体。亲爱的姊妹，互咱用欢喜的心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国活，用欢喜的心来仰望听候国活的主向咱显明。你会通祈祷，主啊，国活的主向我显明，互我会通看到你真实的体。当咱看到伊真实的体时阵，咱有一天要甲伊同款，有国活的身体，才能动心来祈祷。国活的主，阮相信你的国活，也庆祝你的国活。恳求你国活的神降临伫阮中间，互阮诚做心灵大有欢喜的人。恳求你国活的权能赏赐互阮，互阮会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也通诚做你国活的见证者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